自己一個喺外國湊小朋友嘅媽媽，減肥日記 Day 1。今日係25年11月19號。相信好多媽媽喺懷孕期間或者產後會有容貌身材焦慮，甚至會有媽媽導致產後抑鬱。喺呢度我想分享健康輕鬆嘅減肥方法，一齊嚟睇下3個月內我可唔可以減到10 kg 啦。我準備懷孕之前一直都維持喺65 kg， 當時呢，我 keep 住一日食一餐，同埋已經2-3年冇食肉噶啦。但係由細到大呢，我都係肥底，最瘦係箍牙時期，乜都食唔到，瘦到見到胸骨，但係睇落都係肥。想有到小朋友嘅時候呢，我就開始食翻肉啦。咁開始食翻肉之後，就見到依家越嚟越肥啦，去到75 kg。咁真係好得意喎！我食翻肉2-3個月之後呢，就有咗啦。懷孕期間呢，我係完全冇戒口嘅，因為 BB 喺你嘅子宮裏邊感受到你嘅情緒，你嘅想法亦都會遺傳俾 BB， 所以我孕期係想食咩就食咩，我係冇戒口。喺我臨生前嗰1個禮拜，我已經去到93 kg， 生完6個幾月，一直維持喺88 kg。我坐月坐咗3個月，因為有阿媽幫手湊 BB 同埋煮3餐我食。不過我認為生完之後真係唔好咁急減肥，要養好個身體先。生完之後呢，我係完全唔怕凍咯。我以前係勁怕凍。咁我餵人奶，為咗要俾營養俾 BB， 所以我都知道呢個階段我係唔急住減肥嘅。但係 BB 開始食副食，所以我又順便煮埋我嘅減肥餐。自己一個湊仔湊咗3個幾月，導致到我肥嘅原因係因為我餵人奶要成日瞓喺度，同埋個仔好醒瞓，基本我一行開5分鐘佢就醒。但係好消息嘅係佢終於穩定啲，可以自己玩下，我有多啲時間可以做下運動。不過減肥呢，真係7成係控制你個口，3成係運動，所以我會喺度分享每日食啲乜嘢啊，同埋我嘅感受。今日第一日喺屋企附近行咗1個鐘頭。今日晚餐有菠菜、西蘭花、紅蘿蔔、牛肉。BB 食咩我就食咩，除咗牛肉有調味之外，其他都係蒸同烚，同埋會16個鐘頭後先會食嘢。呢個就係我晚餐啦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